人作出犧牲就唔會得到任何收穫。如果想得到一樣嘢，就一定要付出對等嘅代價。呢點就係煉金術嘅基本原則，等價交換。當時我哋兩個深信呢點就係世界嘅真理。若被傷害夠，就用一對手，痛快的割開昨日詛咒，入夜等白晝，剩下傷痕開始結焦那胸膛。城外快要變作困獸鬥，人人尋仇赤腳走。天黑黑，聽朝世界到處也哭了，無盡處充斥了太多紛擾，人類這麼渺小。這一刻身邊看到振翅那飛鳥，無懼怕高飛去發出光輝，長夜在那方照耀，是你伸手拉我高飛到高空最高點，再掉下這地，然後我高聲講我飛，貪生怕死。見不到轉機，只得坦的心永遠傷悲。若被傷害夠，就用一對手，痛快的割開昨日詛咒，入夜等白晝，剩下傷痕開始結焦那胸膛。城外快要變作困獸鬥，人人尋仇赤腳走。